纤毛一天超过25克的话，会引起中毒的。不是说那个好东西就吃很多呢。你看，超过25克就会引起中毒耶。那男人不是就想要强壮吗？那很危险的。你看，要节制欲望才是根本办法。清心寡欲才能延年益寿的。哦，有毒的成分是一种碱，石蒜碱。哦，出现严重的胃肠反应呢。哦，吐了哦，会吐哦，吐，拉肚子呢，哎呦，不宜长久服用。有的吃了补就会拉肚子了。想要壮阳啊，结果拉肚子，怎么有体力呢？要有体力，也要胃肠好啊，不可以长久服用。感冒发烧也不能用呢，流鼻血的人也不可以用，上火溃疡的人不可以用。